後來，過來是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民眾7月25這禮拜六上凱道來反毒遊。講蔣萬安有親身打電話邀請到高雄市長陳其邁做伙到凱道。陳其邁回應講，中央甲地方應該先針對着制度來檢討，才會當真正解決問題。講政治處理完全無必要。劉大豪行佇咧佳達甲咱大討，台北市長蔣萬安和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樹川做伙去看當佇咧絕食抗議的陳連坤，因為因響應蔣萬安召集的反毒大行動，會一直絕食到7日看。蔣萬安規劃活動的同時，佮邀請高雄市長陳其邁做伙參加。昨天我也特別致電陳其邁市長，來邀請他7月25號。能夠上凱道議，那當然他也提到今天行政院召集的審案會議，那所以我也表達了我會親自出席。中央地方應該要通力的合作，馬上就跳到說大概這個誰是誰的責任，怎麼樣，這種政治處理，我覺得是大可不必。這是傳出第一時間蔣萬安靠陳其邁時，第一通電話無人接，無偌久陳其邁就主動卡動起，兩人針對凱道上街路想法無共款，民進黨議員嘛閣一擺針對蔣萬安這句話來罵。台北市我們沒有一家油品工廠。就我知道有一間做豬油的煉製的加工廠。來。台北市就是有，沒有清查告訴他正確資料，他怎麼就可以對外宣稱說台北市沒有食品工廠？衛生局之前有對這個廠做過相關的稽查，強調做檢驗，不過隨地監油風波繼續在炭燒，市長敢有將壓證較自信，將做市政公防議題。